蔡康永的情商課，為你自己活一次。第7課，對自己誠實，不然就等別人來敲你。佢喺各種情緒入邊辨認自己嘅感受，佢願意咁樣探索自己嘅心，因為咁樣比起乜嘢都值得。唔探索就唔會明白，心會積灰塵。我有一個朋友係明星，佢好中意入戲院睇戲噶，覺得喺人群入邊先至感受到電影應該有嘅氣氛。但係佢每次同拍拖嘅對象去睇戲都會被偷拍，於是佢就改成時時都約我去睇戲啦。有一日我同佢去戲院睇戲，佢全副武裝，戴口罩、太陽眼鏡，仲戴埋 cap 帽添。佢如果再加一對手袖嘅話，我就會好確定佢係要上去山度採茶葉噶啦。電影故事講某一任嘅英女王晚年嘅時候同一個印度僕人成為好朋友，但呢一份友情過於跨越階級同種族，引起咗皇室裏面有好大嘅爭議。女王雖然貴為帝國至尊，就連一份咁單純嘅友誼都唔可以享有。電影好感人，我都眼濕濕咗幾次啊，但係都不至於痛哭流涕嘅地步。當套戲播完，戲院嘅燈亮起嘅時候，我先至發現我身旁嘅呢一位明星朋友喊得好勁啊，嚇咗我一跳啊！佢平時係好少喊噶，所以我有啲意外。但眼淚呢一樣嘢根本就好似雨天時嘅漏水，唔知幾時喺邊度嘅罅隙滲出嚟咁噶。我睇睇四周圍其他嘅觀眾都起身走啦，應該冇人偷拍佢嘅，就俾佢坐喺度喊多陣啦。覺得自己好似唔應該完全冇反應，所以我就遞咗啲紙巾俾佢抹眼淚。你喊完戴埋個口罩，我哋就出去啦。佢點點頭。我係咪喊得好誇張啊？我自己都冇諗到啊。喊唔使預約嘅，又唔係生仔。你都唔問我點解喊成咁嘅？我係嚟睇戲嘅啫嘛，又唔係嚟訪問你。你問我都唔會講啊。咁就唔好講啦，我哋去食飯啦。電影裏面個女王係好中意食噶。之後我哋就去咗食飯。過咗2日，佢就 send message 俾我，將佢喊嘅感覺都話俾我知。嗰日我返到屋企之後，我喺度諗我睇完套電影喊咩呢？我本來以為係傷感嘅眼淚。呢個女明星就嚟紅咗10年噶啦。3年之前呢，佢就同一個朝9晚5嘅上班族交往過。當時被報道出嚟之後，男方似乎喺佢公司嗰度受咗唔少困擾。我當時仲係同呢位女星唔係咁熟，所以唔太清楚詳情，只係隱約聽講佢哋冇幾耐之後就分咗手啦。佢而家 send 呢個 message 過嚟，竟然同佢呢一段往日嘅戀情有關噶。我回想翻同嗰個上班族男士拍拖嘅時候，我哋的確感受到嚟自周遭嘅壓力，但係我哋陶醉喺愛情裏面，對抗咁樣嘅壓力反而變得好熱血，所以我理所當然咁以為，當我睇到套戲入邊嘅女王同僕人為咗友誼而對抗外界嘅時候，我係回想到當時嘅辛苦，而流下傷感嘅眼淚。但有趣嘅地方係，人係呃唔到自己噶。當我判定呢個就係傷感眼淚而加以結案嘅時候，我心裏面知道傷感嘅眼淚唔係咁噶。我嘅痛哭裏面冇欣慰，只有後悔。我好驚訝佢講得咁詳細啊！雖然工作上我時時都會聽到啲秘密，但係冇事要聽人哋嘅秘密，仲係好有壓力。好似莫名其妙收到一張好昂貴但係又用唔到嘅 VIP 卡。後嚟我同嗰位男士分手，大家都以為係外界所講眾人目光嘅壓力，但根本唔係噶。分手係我提出嘅。我發現自己啱啱開始嘅時候純粹係一時興起，交往咗一段時間就好快發現我哋兩個嘅世界真係差距好大，於是我就順水推舟，用外界嘅眼光當成理由同佢分手。但係我感覺到其實佢係知道我玩厭咗。我到而家仲好記得佢明明受到傷害，但仲係好努力咁擠出佢溫暖嘅笑容，而多謝我俾佢一段咁奇妙嘅經歷。啊，我明白啦，原來係咁嘅眼淚。我比電影裏面嘅英女王衰好多，我流嘅唔似係傷感嘅眼淚，我流嘅係懊悔同自責嘅眼淚啊！哇，呢一段係好長嘅信息啊，我睇到有啲頭暈。我作為旁觀者，佢就係睇電影嘅時候喊咗。呢個喊究竟係難過、懷念定係激動、狂喜？身邊嘅人其實係睇唔出嚟噶。佢喺各種情緒裏面辨認自己嘅感受，佢願意咁樣探索自己嘅心，因為咁樣比乜嘢都值得。唔探索就唔會明白，心係會積灰塵噶。或者有人會覺得辨認自己嘅情緒有啲麻煩，但係其實可以當成好大嘅樂趣噶。中意打機嘅人對遊戲裏面嘅人物使用嘅各種裝備如數家珍，乜嘢盔甲配上乜嘢兵器可以有加成嘅戰鬥力，乜嘢職業用乜嘢寶物先至可以克制一種敵人。另外做個比喻，識煮飯嘅人會分別到各種滋味，當然係樂趣啦。另外善於投資嘅人能夠辨認各種唔同嘅投資機會，亦都係有高下之分噶。精明嘅律師能夠巧妙咁揾到適用嘅法律條文，為當事人揾到辯護嘅方向。所有嘅呢啲能力都係由辨認嘅能力開始。要做好一個人，當然要能夠辨認當下嘅自己，
正處喺乜嘢嘅情緒，從而漸漸了解自己，然後一步一步咁具備咗安放情緒嘅能力，咁樣就係情商。我手上有一本情緒之書，書裏面介紹咗唔同文化嘅150種情緒。作者提芬尼史密斯本來就係戲劇界嘅導演，後嚟佢成為咗人類情緒史嘅專家。佢嘅書裏面講到，有啲文化對某一啲情緒係特別講究嘅，但係又對某啲情緒特別陌生。例如澳洲西部嘅賓土比人有15種唔同嘅恐懼，其中一種恐懼嘅賓氏比喻叫做 Ngulu， 意思係懷疑其他人正喺度揾機會對自己報仇嘅時候所感受到嘅恐懼。而我哋幾乎每日都三不五時會感到嘅擔心，喺秘魯嘅馬其根家人嘅語言裏面竟然係唔存在㗎，佢哋冇任何字可以描述擔心嘅呢種感覺。你可以想象你同媽媽炒大鑊之後，媽咪嬲到離家出走，過咗半夜3點都仲未返屋企，你會食唔落又瞓唔着，喺度踱嚟踱去。但係就冇擔心呢個詞語可以用，而必須模模糊糊咁用其他嘅講法，好似我覺得可能出咗事，或者係會唔會佢會做啲咩呢？呢啲囉嗦嘅方式嚟試住表達擔心。如果喺你心目中冇嗰個字，咁就會對嗰種情緒陌生，要花更多嘅力氣去辨認佢出嚟。中文當然都有欠一啲字啦。比如係你個朋友送咗一張門票或者一塊蛋糕俾你，你可以簡單咁用一個字 enjoy 就表達完成啦。但喺中文你只能夠勉強咁用享受呢個詞語，而你嘅表達就會變成你好好享受呢場表演或者呢塊蛋糕啦。朋友當然會明白你嘅意思啦，但係聽起上嚟就係怪怪地嘅，好似個朋友好飢餓咁啊。可能係我哋嘅文化入邊比較唔重視嗰種除咗玩之外，隨時隨地咁揾自己樂趣嘅狀態啦。但係我覺得好值得重視噶。值得揾一個專用嘅詞語去表達。我呢位睇戲睇到喊嘅朋友，表面上將我當成說話嘅對象，但實際上佢部手提電話先至係佢說話嘅對象。佢打好嗰段信息之後，表面係 send 俾我㗎，但係實際上係 send 俾自己睇嘅。呢個就係佢嘅情緒筆記，記錄佢辨認自己情緒嘅一步步痕跡。只要佢有呢個起心動念，將情緒記低落嚟，佢就會對自己嘅情緒日漸熟悉。你可以想象喺1年之前，佢可能仲係唔願意面對呢份回憶裏面嘅罪惡感。而家佢透過一部電影，一次落淚，搞清楚佢一直屈喺心裏面嘅感受，咁樣就係面對。面對之後先至可以安放。佢咁樣做就可以減少一次對自己隱瞞或者講大話。佢距離嗰個傳說裏面講嘅對自己誠實又進步咗一步啦。你要唔要一齊嚟諗下，上次睇戲嘅時候喊咗出嚟，係因為啲乜嘢嘅情節呢？嗰個情節對你嚟講有啲乜嘢意味，先至會令到你落淚呢？可以拎你部手提電話出嚟，寫一篇情緒嘅筆記俾自己，體會一下寫咗出嚟之後，有冇對自己熟悉一啲？